另外一款全機械式操作嘅板模就係滑模 slip form， 佢個材料主要就係用鐵模板加鐵架做成，而滑模所用嘅工具就同爬升模一樣，都係利用油壓式爬升。佢個好處咧就係一邊紮鐵一邊落石屎，如果唔受環保限制咧，可以24小時不停運作嘅。最啱用喺做煙通，即係穿棉，上闊下窄都得嘅，同埋筒形嘅谷倉，即係 sino， 可以做到牆身完全冇任何駁口嘅。用滑模除咗垂直度可以做到好準確之外咧，一般最快3日就可以完成一層石屎牆身，仲可以喺落完石屎之後，喺石屎仲濕嘅時候，將石屎外皮做埋鞋面。咁第日做外皮泥水嘅時候，瓦仔自然會相食好多啦。點止啊？用佢嚟起樓都得啊，仲越高越合乎經濟效益添啊！雖然滑模可以做到弧形嘅外牆，但係所有外牆嘅趷雞樓面就要後做，而且外牆仲要盡量少加裝飾線先至好啊！另外，滑模仲可以用喺外牆同埋樓宇中間嘅核心部分，即係 central core。而各層樓面就可以用混合建築方法，即係 composite construction 嚟做，好似用工字鐵加夯鐵板嚟做樓面嘅承托，又或者用鋁板模同埋傳統板模方法都得噶。但係樓面同埋牆身嘅駁口位咧，就同爬升模一樣，要小心處理至好。而一般嘅間牆咧，就唔少過125mm， 先至可以用滑模嚟做噶。而講到安全方面咧，喺滑模度施工，有晒安全圍欄就梗係冇問題啦。但係上落嘅樓梯就一定要經特別設計嚟配合翻滑模嘅爬升啦。咁講完滑模就梗係要講埋滑爬模啦，即係 slip climb form。佢可以話係第2代嘅滑模，經過改良之後，已經克服晒後落樓面石屎嘅局限噶啦。改良咗就梗係好啲啦。咁究竟佢好處喺邊度啊？個好處就係話，如果個樓面係可以同牆身一次過 U 型咁樣落石屎咧，就減少咗垂直嘅駁口啦，亦都係相對減少咗層與層之間嘅漏水問題。咁有咗呢層樓面嘅保護咧，對於下邊工作嘅工友咧，就減少咗個高空墮物嘅危險性，對於啲工友工作咪安全啲咯。點知啊，就連外牆窗台、冷氣機台同埋裝飾線都可以一次過落石屎啦。係咩？外牆有咁多石屎凹凸位都可以升模啊？咁就唔該炳叔你同我哋講下有咩機關啊？哦，個機關咧就係石屎突出部分嘅下邊，即係板模啦，就裝有較位嘅，設計成一個掩門嘅方式。每次落完石屎要升模嘅時候，就要打開掩門，避開突出嘅石屎部分，咁咪可以升模咯。要達到優質嘅目標，的確係要不斷改進嘅。咁炳叔啊，滑爬模嘅操作又係點㗎？滑爬模嘅間牆咧，都係用大板模嚟做嘅。板模喺落完石屎之後，就可以用滑輪移離牆身，然後板模再用油壓式提升至上一層樓。之後就可以即時再裝嵌啦。咁裝嵌好之後，牆身就同樓面作 U 形狀，可以一次過落石屎。如果地盤可以用到圓臂石屎泵嚟到落石屎，就更加方便添嘅。咁樣間樓就只會有打橫嘅駁口，而冇企身嘅駁口位啦。不過要記住，落完石屎之後咧，所有石屎頂，即係 left-lean pour，都唔可以鬆脫，以免影響結構。而工具咧就同鐵模差唔多。特別嘅咧就係用嚟收拆螺絲帽嘅風波。如果則師要改職嘅話咧，咁就麻煩啦。所以如果要用滑爬模咧，咁則師最好就要喺開工之前凍結晒所有設計先至得啦。至於安全方面咧，滑爬模、滑模或者爬升模都一樣要有上下層安全工作台同埋圍欄嚟配合施工噶。